这个时刻我必须要放手，所有重担不再是枷锁，闭上眼睛专心听你声音。后面2排嘛，你呼唤我 and say I'm free。好，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区域你已经坐满了，然后或者是没有参加出游的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一边的后面那边没有出游的可以坐在这个后面其他我们都坐在自己的区域里边。我们在30秒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礼拜，我们要以礼拜为首要我们礼拜完我们就要出游所以我们大家都先报到完，然后呢7点半我们就要开始准时来礼拜。好来，我的声音可不可以再大一点？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今天呢是我们野外礼拜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大家聚集在这里。我们先聚集在这里，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敬拜神，因为我们的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大自然，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外面欣赏。那一开始我们都会先来到神的里面，先来敬拜他，因为他是荣耀的，他是恩典的神。如果你认同的话，就大声说阿们。阿们。感谢主。那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来敬拜。那你现在已经7点半了，7点半我们先礼拜。礼拜完呢，你如果还没有报到的，还没有带名牌的，都等一下呢。礼拜完后面会有报到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都安静来敬拜，好不好？好。那现在呢，请我们起立。好，你来跟你旁边的人不认识的人3个你来跟他说，很高兴遇见你，很高兴遇见你。你再跟他说，今天我会尊荣你。今天我会尊荣你。好，再来，我们要开始来敬拜。你跟他说，我要跟你唱歌跳舞，来，我要跟你唱歌跳舞。上帝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大能，我们用拍掌归给这位神，我们的天父。海瑞，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大声来赞美神。我们一起大声来唱。大山小山拢要来学咯，日月星星拢要来学咯，大海甲天水做伙学咯也好看。大山小山拢要来学咯，日月星星拢要来学咯，万里要唱歌做伙学咯也好看。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哈利路亚，我唱歌。哈利路亚，我跳舞。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喜乐乐。我
造宇宙万物都要赞美神，阿们吗？阿们。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得胜的宣告，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阿们。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停止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请你告诉旁边的人说，今天是得胜的一天。今天是得胜的一天。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停止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充满信心来宣告，我要得胜的是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是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充满信心来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胜利宣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得胜的，阿们。得胜就是你能健康，你能幸福，你能平安。你要不要这些的祝福？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所有在场的人，我们要来祷告，为今天你的健康、你的平安，还有所有人我们的车辆的平安顺畅来祷告，好不好？好，这个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来跟我们的天父祷告，请天父让我们这一天呢是喜乐的一天。牧师喊3之后，我们就开口大声的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要到绿世界，主啊，你的灵，你的差天使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一路上有主你的看顾，并且看顾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里面得着力量。主啊，因为你要将那一切最好的都赏赐给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恩，跟我们今天这么多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聚集在永光教会。在今天我们要去参加野外礼拜在绿世界。首先谢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天气，还有给我们很好的家人，我们要一起出游。你要将一切的荣耀，将一切的美好幸福都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的神的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充满信心来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最后一次大声来宣告，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们将一切掌声献给神，哈利路亚！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今天是得胜的一天。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能够唱诗歌，在早晨的时候能够唱歌来赞美上帝，这是最喜乐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最棒的一件事情。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每天都是这样唱哦。你看，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可以这样唱诗歌赞美上帝，然后祷告求上帝保守我们都平安。你看，这是多棒的一件事情。跟隔壁说，我们早上已经做了最棒的事情了。来，对，真的太感谢上帝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哦。我是永光教会的周牧师，大家平安。对，很高兴特别欢迎第一次参加我们教会活动的这些新朋友今天你们是幸福的，是喜乐的，因为今天教会预备的都非常的整全，并且我们好几个月以前就开始为今天祷告，很特别哦。上礼拜我们看今天天气的时候，还50%的下雨的几率，对不对？哇！但是很特别哦，到礼拜二、礼拜三才开始有不同的调整，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祷告，上帝就垂听，因为我们每一天早上，我们6点半就在这里，有20-30个人为今天的天气祷告呢。那你想，这个天气不是人可以掌控的，对不对？气象台可以掌控吗？也没有，对不对？它只能够预报说可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天气是上帝掌控的，所以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上帝就垂听，让我们的今天的天气是最棒的。阿们。跟隔壁说，今天的天气最舒服的，来呀，太棒了哈！好，那我们要举起右手来一起跟牧师来宣告哦。来，预备，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今天一起在这里我们透过今天的野外礼拜，我们先感谢上帝给我们最棒的天气，也让我们今天的交通人员都能够顺利平安。所以这样一个礼拜结束，我们就一起出发了哦。所以我们要去亲近大自然，对不对？享受芬多精，是不是？哇，你对芬多精了解多少？芬多精很特别哦，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给这些植物特别的一个功能。
这个芬多精呢，其实是植物它们自己保护自己的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可以抗菌的一种物质哦，是挥发性的，是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那很特别哦，这种芬多精啊，是从树啦，这样它的叶子啦、花啦、茎啊，这样释放出来啊，而且能够抑制的空气的这些细菌啊、霉菌啊，都可以做自我的保护，厉不厉害？哦，原来上帝创造的植物都有这样防卫系统呢。那芬多精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了，好处多多哦。芬多精呢，可以舒缓我们的情绪啊，提振我们的精神啊，有没有？然后你呼吸比较不舒服的，去到外面大自然，你多呼吸，哇，这样你的就可以更顺畅哦。更重要的，可以提高免疫力，那好不好？要的举手一下。呀，今天可以多多的得，对不对？好，你跟隔壁说，今天要多多吸收芬多精来。很特别，对不对？哇，上帝创造这我们称为大自然呐，称为大自然的，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享受今天哦。所以你要把烦恼交给耶稣哦。今天还有烦恼，还想东想西的，今天都先放下哦，然后用笑容来送给别人，好不好？好，你用你最甜蜜的笑容看隔壁一下，说这个笑容送给你，来。哇，太棒了哈！这个笑容又送给你啊，然后你跟他说，今天你会很幸福的，来。是的，哇，真的是感谢上帝哈。那今天早上我们有一段圣经在这里哈，可以让我们来了解大自然的启示哈。大自然的启示，耶稣说不要为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预备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我请问大家，你从来没有忧虑过的举手一下。哎呦，你们是听不懂还是不理我？对，大家都有忧虑，对不对？但是耶稣清楚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来忧虑，要吃什么呢？要穿什么？这一些哎呀，不用忧虑，因为生命他说胜于饮食。对啊，如果你没命了，你满汉大餐有得吃吗？不要说没命了，那肠胃不好的话，满汉大餐给你，你也说顶级牛排给你，你也说怎么样？不行，今天没有办法，对不对？那是理所当然的哦。耶稣继续说，来，我们一起继续来读，来，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觉得你比一只麻雀贵重的举手一下。其余的不举手是怎么样？好，放下来哈。对，这是天父上帝告诉我们的哦。说你看他创造的这些麻雀我们说麻雀虽小怎么样？对呀，这么小的麻雀还需要五脏俱全？有，连上帝都供应给他们吃喝呢。那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忧虑了，对不对？这个。心理学家说，你的忧虑有75%是不会发生，所以你给给欢乐的啦，对不？大家说你别遐欢乐，你给欢乐，确实是这样哦。哇，这是天父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常说一枝草一点露，天无安那，绝人的生路呀。所以欢乐对咱来讲是让咱作这的重担哈。所以今仔日既然要出门佚佗，对不？牧师就爱提醒咱讲，今仔日要佚佗较爽快，咱就爱先把这重担爱放下落来，好不好？让我们轻轻松松的一起去哦。所以我们要去拥抱大自然，体验神的爱。我们一起来说，来拥抱大自然，体验神的爱。是啊，我们常会说大自然，大自然，对不对？
那你知道吗？大自然，我们说这个宇宙万物，我们称它为自然界。那我们很习以为常的套炸起来，太阳从哪里出来？东边。黄昏呢？最好看的黄昏夕阳在哪里？一定是在向西嘛，哈，西下嘛。我们都习以为常是自然。那你想，如果它是自然如果有出状况呢？哪一天起床，太阳是从南边出来，你会觉得怎么样？不可思议，对不对？我们都会认为是自然。其实牧师告诉各位，自然就是神迹。好，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上帝做的，叫神迹啊。好，所以自然是神迹哦，神迹就是上帝做的。你看一朵花，一朵玫瑰花，对不对？我们人可以为它做什么？我们人可以为它就是松土啊、栽种啊，对不对？浇灌啊、施肥啦、修剪，我们人可以做的就这一些。但是这一朵花这样就可以长出来吗？不哦，你要可以好好的来思考。这一朵花之所以可以这样长出来，有芬芳的香气，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土壤，不然土壤你自己做，对不对？上帝给阳光、给空气、给水、给生命力，更重要的，他给这花有花香。哇，所以呢，这个花香就让我们闻到就，这是什么花，你就非常清楚。所以你看，我们人所可以做的是有限，但是上帝创作的却是无限的，很特别。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大自然，对不对？要亲近大自然，对不对？就是要亲近上帝手所做的工。们，哇，这是你跟隔壁说，自然就是神迹，来，自然就是神迹，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迹就是神的作为。哇，太棒了哈！所以耶稣既然说，连小麻雀，上帝都供应他所有的哦。那上帝设计的百合花也是美丽芬芳的，对不对？让我们可以欣赏。今天我们都可以出去看到更多的小动物。那你可以从小动物花花草草里面去经历这位上帝的作为吗？是可以的，因为上帝的作为千变万化，哇，超乎我们想象。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哦，我们称这位创造的上帝叫做什么？天父，他称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呢，那好不好？你如果有一个父爸，那你就可以怎么样？享受一生的，对不对？那如果你有天父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爸爸，那好不好？那一定好啊！那牧师才会跟你说，你今天要出去，要可以卸下重担。为什么？因为可以交托给他哦。所以，愿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哈。你认识天父上帝吗？你问隔壁好不好？你问他说：“你认识天父上帝吗？”你认识天父上帝吗？有一些人还不认识，对不对？没关系哦。你再问他，你有得到天父的爱吗？有得到天父的爱吗？呀，如果还没有那个领受，没有那个得着的，那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咯。来到教会，跟我们一起出去。去享受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然后去经历说，这位上帝这么厉害，这么伟大，原来芬多精就可以帮助每一棵树可以自我保护。哇，那上帝一定也给我能力可以自我保护，对不对？上帝也一定供应给我，因为小麻雀他都看顾了，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他都看顾了，何况是我呢？我是上帝所创造的，他称我为他的儿子呢，称你为他的女儿呢。哇，那当然是这样啊！你跟隔壁说，天父上帝真的很爱你，来，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这一段的金句哦。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再一次来，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好，我们眼睛闭起来，牧师要为大家祝福。好，如果你心里有感动，说：“我要更多去认识天父上帝，我是他的儿女。他既然称为我是他的儿女，那他就是我的父亲喽，天上的父亲喽。那我应该多认识他，我要更多的领受他的爱。”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感动，要牧师为你祝福的，你举起手来好不好？你不看别人哦，你就自己有那个感动，你就举起手来，牧师要为你祝福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你看见你的儿女在这里敬拜、唱诗歌、赞美你，你也看见我们举手的这一些，这些都是你的孩子，都是你的女儿，都是你的儿子，他都是你所创造的。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里，透过很短的时间，让我们有这份的感动。天父，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的生命那被爱要更满足。我知道天父你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举起手来的这一些，你帮助他们，让他们更多的能够体会天父的存在，让他们今天我们一起出去玩，去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就享受你同在的喜乐。主啊，把他们一切的难处交给你手中，或者是他们身体的软弱，或者家庭需要更多的爱，或者工作经济上的需要，主你都大大的祝福他们，让他们更多经历你，也让他们渴慕来到教会，更多认识天父上帝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恩典满溢，平安喜乐都在这举手的人身上，让他们天天经历，在家里更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让我们透过牧师的一个短讲，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大自然。所以呢，我们每一天都在接触大自然，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去注意到这个大自然，这个叶子、树木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就明白，原来我们都是非常幸福的人。我们呼吸空气要不要钱？如果要钱的话，请问你月缴要多少？哇！而空气呢，最需要人体最需要的，却不用钱。那正是神爱你的表现。所以也许我们说我们还不认识这一位天父上帝，但是他早已经爱你，爱你的儿女，爱你的家人，爱你的祖先，一直到万代。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天父上帝。我们等一下也要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么的被神丰盛的赏赐，所以我们要来献上感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预备要来奉献。那你对于这个奉献，你出于你的感动，你出于你自己的感动，那你的感动多少，那你就奉献。那没有的，你没有奉献没有关系，我们的同工来进行奉献。我们用一颗安静敬虔的心来预备奉献。我们一起用这首奉献诗歌。我们仍然保持安静。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我们开始奉献。奉献是因着我们的神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表达一些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就代表着我们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今日到主
上加恩，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天父上帝，我们把我们一些的金钱奉献，代表着主你照顾我们，你供应我们，也回应上帝你的爱在我们当中。透过奉献，我们跟神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不需要我们人的金钱，但是透过这样，你看见人对你的回应，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就为这神的爱做了一个美好的感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天父的上帝，他用爱包围你们跟你们的家，让你们更多经历从上帝而来的保护以及赐予，让你们天天所需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应许得着，并且有上帝的灵引导你们每一天，也保守我们今天的野外礼拜到外面去，更享受大自然，更亲近天父上帝，更体会你是何等爱我们祝福我们的上帝。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的礼拜呢，先到这边，我们等一下要来消息的报告一下。好，我们有 PPT 吗？同工？没有。OK。好，那我们呢？在这个时间呢，好，我们请好。那现在我们要来报告一些事项哈，等一下呢随着牧师的指令哈，随着牧师的指令我们的车长请举手一下，车长，总共有几个车长来？你们帮我算一下，举手的有几个？